会嗨哦，我袂记得安怎讲。你唔知啥？一种会当食的物件，是不过我常常袂记叫啥，食想要紧张，嘿，会咸，会咸，会咸，啊你懵不是起，金蕉，什么蕉？金蕉会咸，不是金蕉，不是金蕉我常常袂记得叫啥，啊，不过我感觉会咸，会咸会，咸，会咸，对不大部分？什么色的？红色，哎呦红色会咸，嗯，细细粒吧。你拢会用不是金蕉，什么蕉？咸蕉，新咸蕉话，因为我想袂起来。咸椒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咸椒？咸椒会使。好，来，分叫你这个酒呢？来，咱老师讲解说一下哦。来，老师，对，伊这有足侪讲法来啦。足侪讲法哎，对南到到北吼，有人讲是像阮地家人叫做番姜啊，我马做环境啊，但是到南部去吼，有的所在叫做番仔姜，啊，台南人讲番仔姜，还那番叫啊，有的所在人就是讲的咸椒，还是讲咸椒啊，对咸椒，啊嘛有所在是讲辣椒，哦，英文讲辣哎，所以这几种拢会使讲。